然后来思想，即摆开始是台港地地处理，这段期间水疗所会当看先，咱来想水疗所，咱不管是等着任何问题，水疗所随时都牵着我们的手在走，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当我们看到乌云，当我们看到暴风雨，都不要忘记，那个后面就是阳光。哦，不要等太阳出来，给咱达到最后。支配基本上达到批的，高达到第十三讲，你就勇敢撞到无？你惊无你论，因为你可能打落去摇花，你的上帝，你甲你是达到批的，这是摩西免的就衰。摩西美丽也是讲说，你若在诗篇里面特别讲说，你若打开清早的翅膀，飞到海的极头来追求我，我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引导我的路。所以明白，这样你很简单的心，将你心处的杂念排除，因为敬拜上帝，用最虔诚的心，没有任何杂念。今日是大感谢的第一主日，咱哩请蔡长老夫妇来点着希望的六节，要咱谨请等候基督再来，也反省咱家己日常所讲所行，甲对上帝的信心。
我要时时学了耶和华，学了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喙。我的心神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谦卑的人听伫也要欢喜。你甲我着学了耶和华做大，三甲尊伊的名做悬。这是咱请敬拜团来传咱来学了。感谢主，今天是代降节第一主日，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殿中，以主为乐，呼求主名，用敬拜征战，将这世界的苦难我们的愁烦，还有不能胜过的事交托给他，让他来为我们征战。如果方便邀请大家可以一同站立，一同赞美主，是耶稣。
就是我们征战得胜，重新得力的秘诀。今天的回应诗歌从圣灵运行，我们继续用祷告的心来唱，让我们的心向着主，渴慕主圣灵来充满我们，充满这里，对我们说话。使徒圣经来告诉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咱的主，伊替
对性情大爱，对在世他人也出事，是温柔两个人来受苦，定是会死满足对付。第三，对心中好话，上天打坐专人对上帝大名，伊要叫来心化我甲死人，我信性情，我信性，公路要到位，信互相通，做下面肉体好话，永远大名，阿门。请坐。是咱来去，由我来客咱来去。全地就摇我出欢喜声，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就用感谢入伊的门，就感谢伊学了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听我的主愿感谢我了你，你伫早时来天上阮，通过你的宝贝、你的赦免，阮有侪人会当成做你的囝儿，我会伫这个所在来自己来敬拜我了你。你爱阮互相来相听，互相对你遐来分事会当互相来扶持。会当有阮来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推出阮人真正软弱，我当尽心尽性尽意，向主你甲做主你的事工，做无够的求主你来赦免。求主的力量也安慰阮，互阮时时刻刻会当记牢主你的话，互你的话会当成做阮日常生活所行所做，会当祝福人的力量。会来荣耀主你的名。我也感谢主，伫后礼拜阮有兄姐要来受洗，阮伫这个所在来欢喜，也感谢，因为你的恩典，互因知影通过主你的道路，你的活命，你的真理，信靠你，得到你的祝福。阮为着阮的国家、阮的社会、社区来祈祷，求主你若互因伫这管理，也是伫这伫你的路方的智慧，会当互阮伫生活上会当得到和平、永望较疼。阮也为着阮个人、心灵，也是全身上，也是身躯有欠赔的，求主你的话也安慰因，互因伫上软弱的时阵，会当搁体谅着主你甲因同在。体谅你的主，你的疼，永远徛伫伊的前面。我伫即个时阵，也求做联络运转伫即个会场，互做你的人会当得到主你的看顾。若通过这部书，你的喙讲出你的话，互你的话成做阮日常生活的力量。我咱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这是咱请三马团契来赞美。做梦一起笑。
这是咱看上帝话，记载伫四道有片段，伫第1章第40到第50，甲第2章第1节到第4节，甲第10章的44节到48节。咱来看第1章的第4节开始，伊甲因自己的神命令因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就听候爸所应允的，就是你爸对我听见的。因为约翰用水惊洗礼，就到你古无几日，要伫现行受洗。第2章，无顺者期已经到，因拢自己伫一所在，忽然对天有声，像像大风在吹，充满伊所在规顶的厝，就有在分开的纸出现，互因看见，像像火的纸飘伫别人的顶面，因拢受现行充满。他开喙讲白话的张口，是照现行所显出因所讲的。彼得约阁在讲这话时，现行干明伫基那听道理的人，奉教理的信徒，甲彼得三角来的，因为现行的小事要降落伫外邦人，就拢奇怪，因为听见因用这张口在讲。那侮辱上帝的罪大，彼得就应讲：这人已经受着现行，像咱一样，是水会一直用水甲因惊洗礼啊！就命令因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对安尼，请因带归来。即是咱请周牧师来监督。各位兄姐，大家平安。真欢喜，诚久无看，即时阵，咱阁有机会，阁一摆来遮，甲三角甲大家来见面。即时阵，我要用华语来为大家来讲道，求圣神充满着咱的中间，互咱会当领受着耶稣伊今仔日盖降者伊的领教，来照着圣神来领教咱家己吼。下面我就用华语来讲道。咱讲到圣神讲到圣灵圣灵，我们知道圣灵好像充满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呢，圣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充满？有时候呢，圣灵在，有时候圣灵又好像感受不太到。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想用几段经文刚刚严长老跟我们做分享的这些经文，其实还有很多是大半写在《使徒行传》，那有一些是在其他的地方，但是都告诉我们圣灵充满。但是圣灵充满到底是怎么回事？刚刚我们所读到的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耶稣跟他们聚集的时候，那我们就想想，现在耶稣有没有跟我们一起聚集？有啊，应该耶稣跟我们一起聚集。那耶稣跟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不要离开。那不要离开是什么？因为耶稣有事情还需要交代。所以第1章我们就看到，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章的时候，说到不多几日，你们要领受圣灵。所以耶稣在跟门徒们聚集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在没有多久之后，要我们领受圣灵。所以当领受圣灵，彼得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圣灵呢，他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临到的时候，它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五旬节第2章五旬节临到的时候，每个人都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吩咐有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这个被圣灵充满，请注意这里用的不是灵洗，不是圣灵的洗，而是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看到，在刚刚第3段经文讲到，彼得就说这个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所以现在我们大家有没有都在听？我们都在听嘛。
可是我们在听什么？我们在听神的话语。那些奉割礼跟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那些什么外邦人身上。所以呢，今天我们在听神的话，外邦人他们也想听，也需要听到圣灵在他们身上的浇灌。所以呢，于是彼得就起来说：这些人既领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所以，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受过了洗，但是有一些还未受洗的这些外邦的弟兄姐妹，我称他们弟兄姐妹，是他们呢还未受洗，但是呢，他们想信耶稣。他们期待能够遇见耶稣，能够经历耶稣所吩咐的，他们要被圣灵充满，像你我已经被充满一样。可是我们现在一个共同的问题来了，到底圣灵充满在我们身上，跟在他们身上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里面，旧约里面，神的灵是临到人的身上，但不是住在人的身上。怎么说呢？圣灵临到人的身上，我们看到在已经过世的吴永长老，他解释这段经文，他认为旧约中的神的灵，他是临到了人的身上，但没有住在人身上，就像在摩西的身上一样。摩西呢，有能力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可是领出来的这些百姓呢，圣灵呢，并没有真是在他们的身上，就是让他们能够知道神，所以他们还是一群糊糊涂涂的神的百姓。他们呢，知道自己是神的百姓，可是他们不懂得神的律例法度典章要怎么遵守。于是就造了金牛犊，于是就很多的这些违反神律例法度典章的事情发生。那来到我很快转，来到了新约，新约里面，刚刚读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灵不但住在人的身上，而且他呢也临到了人的身上。我们就会在这里好像被卡住。神的灵既住在我的身上，怎么又会临到我的身上呢？所以神的灵呢，在这里，他不但住在人的身上，可是呢，他在那个临到人身上的这个解释是经由耶稣基督。所以经由耶稣基督的复活之后，耶稣基督告诉这些属神的儿女、神的百姓说：你们要等候。那你们要等候那些这个在使徒行传的这些门徒们等了没有？等啦，等到了没有？也等到啦。等到了之后，有没有需要继续的能够再等候呢？问题，好像他们等到了，很高兴哦，神的灵充满了，然后呢？然后不继续再充满他们吗？要啊，神的灵要继续的再充满在这一些的信徒身上才对呀，否则昨天充满了，今天我就不知道了，我就不需要等了吗？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等候这两个字很关键，要我们持续的去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圣灵充满在我身上之后，再充满，继续的充满，昨天充满，今天充满，明天也要充满。所以这个就是新约信徒所应该要了解的奥秘。所以新约的使徒到底希望神的灵，他是只住在人的身上，还是呢，他要降临在人的身上呢？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使徒行传第8章14到17节里面，8章14到17节我来读，请大家来看。这里说，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2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
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你看到受了洗的人，也有可能这里说没有被圣灵充满，这没有被圣灵充满，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外显的圣灵。他们已经有圣灵了，在信主的那一刻，圣灵就已经内住在他们心里面。可是呢，他们没有再继续等待，或是继续接受这个使徒们的按手。好了，那现在又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使徒们能够因为经由按手就能够得到信徒就得到圣灵充满，那我们就不需要聚会了，我们就不需要在这边听到了。我们只需要大家都出去外头，去碰到人就跟他讲，我奉主的名为你按手，让圣灵充满你，那每个人都信主啊。所以呢，我们要搞清楚，圣灵的充满有内住，但也有外灵。所以内住是信主那一刻，圣灵就已经充满了，但是已经充满之后，还要继续的充满。那继续的充满，就是神的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信的那一刻，圣灵与我同在，神就与我同在，就是那个 Emmanuel。可是那个与我同在的灵，在之后呢，他还要继续的浇灌，继续的来帮助我，让我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呢，这个就是内住的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带来我们一种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呢有行动，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把自己再次交付在神的手中，让神更新我们。所以那个就是我们从内住的圣灵充满，进到外显的这样子的一个圣灵带出来的行为。所以今天是待降节，我们等待耶稣再来。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在等待圣灵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充满。所以《使徒行传》在19章第1节里面，19章第1到17节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的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了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降临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们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有12个人。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我们所说到内住的圣灵，再加外显圣灵。所以这个内住的圣灵，使徒希望我们得着的，当然是约翰所得着的那个祝福嘛。那个祝福就是圣灵已经在你我的心里面，为了我们能够跟神和好，我们把自己交付给神的那一刻，我们呢在圣灵的浇灌之下充满。可是充满之后呢，我们有没有呢能够就明白神的旨意？还不全然，我们还要继续的等待。所以继续的等待什么？外灵圣灵的继续来到，继续的充满。所以这样的一个内住的圣灵，不单单是按手，还要加上外灵的圣灵，外灵圣灵的充满再充满。好，大家就知道圣灵的状态有2类，一类是内住圣灵的这样子的，也不会跑掉，因为你信了耶稣，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内住了。可是呢，外灵的圣灵，他就会继续不断的在新的要给我们有新的启示，有新的更新，
那就是耶稣所告诉我们，你们都要改变。那用另外一个形容词就是重生。尼哥底母他去见耶稣说：“我身体已经长到这么大了，我还能够打从母胎里面再重新生出来一次吗？”我们是不是也会像尼哥底母一样，用肉眼来看圣灵？我们需要的是，你要重生，而且那个重生不是那一次重生就好，是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更新。所以这个时候的改变更新，圣洁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提醒，圣灵就提醒我们，我们要圣洁。要圣洁就是跟过去切断、分开来，跟过去有切断、有分开来。圣洁的意思不单单是切断，与世界有别，与世界有别，这个就是圣洁的真实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行过很多神迹，但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告诉我们什么？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在告诉我们，他不在乎我们是用肉眼看到那个5个饼、2条鱼出现在我的身上，让我能够吃饱而已。他不在乎我有多少个5个饼，他不在乎我有多少个5000人，他在乎的是什么？是我有没有得到耶稣借着这个饼跟鱼要给我的祝福。所以饼跟鱼是工具，耶稣借着5饼2鱼祝福这5000人，更多的是耶稣借着风和海要祝福这一船这个被耶稣在5饼2鱼神迹之后打发出去的他的门徒。可是你想看看，我们回到那个耶稣旅海的那样子的一个神迹里面，谁得到真正的祝福？12个人里面，12个人都在船上，可是谁得到真正的祝福？我想，只有彼得，因为彼得的信心经过操练，他看到了耶稣说，这全船人都看到说鬼呀的时候，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你让我下船走到你那里去。”那耶稣就答应了。彼得也真下了船，走在海上。当彼得走在海上的那一刻，他经历了自然人怎么能够克服那个自然界的那样子的限制，那个作为，他已经在那一刻超越了自然。所以那个超越自然的彼得，他惊奇到说，原来这位他的老师耶稣，只要一句话准他就超越了自然。所以彼得是在这12个门徒里面，在那一刻真正明白耶稣多伟大的那一位。可是明白了之后的他，有没有完完全全被改变呢？我们再快转，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刻，他之前，耶稣跟彼得讲：“你必3次不认我。”彼得说：“我怎么会呢？”彼得说：“我不是在你旅海的那个过程当中，我经历那信心的操练了呢？”结果果不其然，在耶稣被抓那一刻，彼得真的3次否认他。你想想看，这个批批斗斗的那个彼得，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怎么样跟随耶稣的门徒？如果我是那个时候的耶稣，我是人，我是耶稣。如果我的徒弟门徒彼得是这个样子，你想想看，我还要不要他跟我？我还要不要这个把他当作我重要的弟子门徒彼得？可是耶稣不会这样，耶稣呢，他反而告诉我们，他让彼得再继续的去明白他的旨意，那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后，他告诉彼得跟这些门徒们说：“你们要等候有另外的重要的事情发生。
那就是这里所说的外显的灵要降临，那是关于个人的，也就是关于我们每个人，我们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我们都要经历的改变、重生。所以那个改变跟重生不是过去式，是今天，是现在式。所以今天现在我们都要改变，我们都要重生，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们都要经历圣灵的充满。所以圣灵的充满不会说就是哎呀我们批档的那种状态，不会是我们就呼天抢地、泪流满面啊，不一定会有那种状况。可是你一定会感受到，我被震动，我被震撼，我被这个心里头被激动，我发现到，哎，我里面的那个灵跟我自己的那个灵在呼应，我在感受到神在跟我心中对话，我在感受到，哎呀，我真实的又被神再重新的重生了一次，那样的一个喜乐。所以那样的一个喜乐，就是神要我们在聚会里面，是能够把它丰丰富富的能够摆出来。那个摆出来的，就是你愿不愿意被充满，还是你，哎，我已经充满过了，所以呢，我今天来到这个教会里面，我就坐着，反正我被充满过了，反正圣灵不会离开我嘛，那我就听今天牧师在台上说什么，但是跟我有没有建立关系不一定。所以今天我们听到，我们就需要有一个预备心。我们预备什么？让圣灵来做工，来充满我们，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房，让我们呢迎接那个外显的灵，跟我们里面已经信主的那个灵交互的运作，能够回应，能够这个激动我们。所以那个回应激动我们，就是借着平时我们属灵的那个经历，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在各样的困难、困境、失败当中，我们靠主得胜。所以怎么在缺乏里面，我们能够从神得到供应？怎么能够在被得罪的时候，我们可以饶恕得了别人？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被圣灵一起共同的来充满，我们就分享出去。那个分享就是我们看到十字架，就因为我们跟神的一个连结，领受圣灵浇灌下来的充满之后，我们就跟人有彼此的建造与支持。所以这个就是属神的团体的样貌。所以属神的团体，我们都被称基督徒。可是到底基督徒的这个团体跟非基督徒的团体差别在哪里？那就是我们彼此之间要有那样的支持，要有那个运作，就是爱的一个交流。所以那个爱的交流，让我们看到圣灵在你我的当中自由的来运行。我们看到某一个弟兄，哎呀，你有困难，我们就主动的把圣灵在我身上的这种感动，我能够跟你一起来分享，告诉你弟兄，我支持你。告诉你弟兄，我为你祷告；告诉你弟兄，你不孤单，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要帮助我，让我陪你走第二里路。所以这个就是圣灵再一次的充满。所以当圣灵再一次的充满内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内住的心。这个在哥林多前书12章1到3节，我来读，大家来听。1到3节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主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所以你是基督徒，你承认耶稣是主，你就是被圣灵
所充满。可是当你被圣灵所充满，你会不会经历到磨难，经历到困难？当然会。当你经历到困境的时候，旁边的我，就应该也是要呈现出那个被圣灵浇灌、感动的那样的一个基督徒风貌。我要告诉你说，弟兄，你不孤单，因为圣灵在你我的身上，将我们一起再带进到我们要经历耶稣他的得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帮助我们那个关关难过，关关靠主过的那种得胜。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真实的被充满。所以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们或者学者会翻译用这种叫做灵感或是论到灵的这样的一个附身。这个鬼的附身其实也是很同样的这样的解释。鬼附身跟灵附身差别就是在于附身的那个到底是神是鬼。但是呢，如果圣灵附身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圣灵它是带给我们自由，不会辖制我们，一定这个就是让我们向左不可以向右。灵的降临，灵的附身是加上去，加一。当加上去很多那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这个恩赐就可以这样的恩赐加那样的恩赐。像刚刚这个诗班在前面，我们有敬拜的恩赐。那我们呢，这个后面的人有一些人他就有服侍人的恩赐。我们的各种恩赐是必须要加成上去的，才能够使整个教会团体能够呈现出不一样。所以这个恩赐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是灵的附身，让我们的工作能够彼此的担待。我的软弱有你的支持，我要告诉你说，弟兄，我需要你；姐妹，我需要你。我需要的是什么？我不是需要那样子的一个你，我需要的是用你的恩赐来帮助我，使我能够感受到我们团体的一起的这样的成长。所以恩赐是要彼此用来服侍的。圣经说，从它的果子来分辨树。所以一个信主的人，当他信了主之后，你看他是不是真实的信，就要看他有没有改变。他的改变就是他愿不愿意把他的恩赐用在其他的人身上，不单单是神的团体，他可以用在各个地方，但是彰显的就是神的灵与他同在。所以神给人自由意志，如果意志不清楚，思想模糊，那就不是出于神的灵，那可能就是出于那个鬼的灵。所以呢，被附身不要太高兴，被附身要用我们的那个智慧，要用我们的真正里面的那个已经内住的圣灵去分辨那个附在我身上的灵到底是从神来还是从鬼来。所以当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之后，我们就想到，如果是从神来的灵，那么就会带来我们感谢主、赞美耶稣的那样的一个结果，那个就是树所带出来的果子，所带出来的那样子的一个这个认知所以凡是意志被剥夺的，那个就是鬼灵所做的事情。神的灵不会剥夺我们的自由意志，只有鬼他才会辖制我们。所以当我们知道约翰一书4章1节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那我们就看到只有圣灵才会让我们承认耶稣是我的主，只有圣灵会让我们知道，我们顺服耶稣的灵的时候，圣灵就跟我们一起做工，让我们经历耶稣所要带给我们的各诸般的恩赐，让我们可以彼此成全，彼此造就。所以哥林多前书14章32节，他劝勉我们，
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所以，既然先知的灵顺服先知，那我们在教堂里面聚集，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要彼此的顺服。那个彼此的顺服，那就是我们在次序上面，我们在程序上面，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活动上面，我们都要顺服那有权柄的人。但是顺服那有权柄的人，还要顺服更大的主宰，就是基督徒。所以这样的顺服就带来团队的合一。可是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属神儿女，在团体运作的时候，没有彼此顺服，没有彼此顺服的结果就是纷争，就是带来的分裂，就是带来的怎么样彼此的攻讦。这个让我就觉得很痛心，很忧心。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我们为什么不能彼此顺服呢？就是因为我们里面那个灵不是从神而来的灵，我们是被魔鬼撒旦所欺骗了的灵，那就是什么？自高自大。所以呢，我们就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领受圣灵所带来的为罪、为义、为审判，先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心，知道说我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之后，《使徒行传》2章32到33节说：这耶稣，神已叫他复活了，我们又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浇灌下来，一定要是耶稣所吩咐的那位灵。所以那位灵是耶稣呢，让这位灵在你我的身上见证我们信的是耶稣。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可是你怎么知道你信的是哪一个耶稣？是巴耶稣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外显的圣灵来帮助到我们，让我们一旦我们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可以体贴耶稣的心，我可以知道这个时候在我身上浇灌给我的那样的一个感动，那样子的一个领受，是从耶稣来的那个圣灵，因为它可以帮助到我承认耶稣是我的主，而且我可以顺服耶稣的带领。所以一切我们都很容易说是耶稣，我们很容易就感谢耶稣、赞美耶稣。但是呢，当我们感谢耶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种有口无心的状态？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到，那个你能够感谢的出去，用心灵跟诚实在感谢，这个时候你里面的灵一定是来自于圣灵，因为来自于圣灵的灵才可以跟神呼应，对这位耶稣说：“你就是我信的那位。”当你若是我信的那位，那你猜的从父那里来的那个浇灌，就继续在我的身上，帮助到我更多的跟你的期待来同步，来回应你。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跌跌撞撞的往前走。但是每次我们要全身扑倒的时候，耶稣就告诉我们说：别担心，因为你呢身上有我的灵。并且呢，你要再一次的被圣灵浇灌跟充满，你就会发现到我牵着你的手，把你扶起来，让你不致全身扑倒，并且让你能够跨越你的障碍，勇敢的往标杆前行。所以这个是我们生活的形态，我们的生活模式就是我们要经历神，并且呢，要在这样的一个各种不断这样的一个这个困境当中，我们经历神告诉我们他是胜了还要再胜的神。所以使徒行传2章36节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
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那个已经是完成式，但是呢，这个时候借着耶稣的后面的吩咐，我们也是已经，但我们还是进行式。我们在进行的过程当中，要继续不断的去经历那个圣灵再一次的浇灌，再一次的充满，再一次让我们能够这个，在尼哥底母问了耶稣之后，我们是那个新尼哥底母，我们是明白了哦，原来这个就是奥秘，然后呢，我们经历那个重新的生命。那个神所期待我们能够跟圣灵一起欢欢喜喜的手牵着耶稣的手，能够朝着耶稣给我们的指向标杆来走完我们的这一辈子。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真实的期待。所以我们既然已经有了圣灵，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有？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还要，因为从耶稣的身上看出来，他有圣灵，他还要再继续的充满。那耶稣的身上，他有了第一次，他有第二次，人就需要，因为我们有信的那一刻，第一次，我们要继续要这个再祷告，再求那圣灵充满、充满、再充满，也就是不断的经历神。所以今天为什么有一些追求灵恩聚会当中，常常想要追求圣灵，却来了邪灵，来了这个不对的灵，就是因为它里面的动机不良，它的隐藏的罪没有对付。所以我们呢要知道，我们被圣灵充满，是一个我们常常我们这个里面已经这个发生的事情。可是呢，我们被充满之后的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心领受不断被充满的那样子的一个状态，才能够帮助我们过合神心意的生活。所以内住的圣灵跟外灵的圣灵，在使徒们的教导里面，哪一个重要？其实两者都重要。内住是已经发生，外灵的圣灵是持续不断的发展。所以当有了圣灵，为什么还要继续在求圣灵充满？就是让我们持续不断的跟随耶稣。所以圣灵仿佛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切事工的最左边的那个一。当有了最左边的那个一之后，后面你再加上这个任何的灵，你就越加越丰富，越加越多。可是如果没有那个最左边的那个一，那么我们呢，右边即使你有再多的那个灵，终究都还是灵，终究你还是不认识这位神。所以一切的事工需要有这个一，就是明白耶稣，并被耶稣所差来的那个灵所充满。当被耶稣的灵充满内住之后，我们呢过圣洁的生活，与世界分别。我们呢就在外显的灵继续不断的浇灌，继续不断的恩膏之下，让我们呢每天都能够欢欢喜喜的来跟耶稣一起经历今天神所要我们经历的恩典与祝福。因此，让我们最后借着一首诗歌来回应神要在我们身上所带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好，请。我们一起借着圣灵他的这样子的启示，使我们可以能够明白他的心意，让我们每个人都张开我们的心，来迎接圣灵要再一次的来充满。改变我们，原来的是怜悯的灵，温柔的灵。在
充满我们的心，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你，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在这时刻，求圣灵运行，来充满我们的心，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你，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哦，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叫我们的灵能在你光中再一次兴起。哦，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所有旨意。圣灵啊，求你这个时候来充满，你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属你百姓的心啊，你充满在我们每一个我们可以开声说耶稣是我的主的每一位心中。主，不管我们受过洗没有，主，今天求圣灵再一次用你的灵洗来洗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改变，叫我们的心能够重新的重生一次。主，你期待我们能够跟你手牵着手，有你的恩膏，有你的充满，有你的祝福来走完我们这一生的道路。主，让我们再一次把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学像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儿女，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献给你，我们一辈子就跟你在你的乐园里。主，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被你的圣灵再一次的兴起之后，我们可以知道我们里面有活泼的心，能够回应你的呼召，在你所恩待我们的祝福里面，与众弟兄姐妹一起走向你。谢谢主，你今天是你的待降节，当你迎接你的降临来临的时刻里，我们求圣灵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可以能够经历更丰富的灵，能够在你的里面与你一起相亲。谢谢你，我们迎接你的到来，我们安静的等候你的来临。赞美你耶稣，我们把自己再一次的奉献在你的面前。愿圣灵充满，再充满。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这是咱准备先来奉献，请随行的来活塞。
做一首上演刷，咱请剧务师甲咱助导。请低头领受神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特别这个时候，我们求圣灵充满在每一位你所爱的儿女身上，让我们再一次领受能够与耶稣基督一起同行的恩待与祝福，让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托在耶稣你的手中，让天父的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借由圣灵的带领，我们承认天父你是我们永远的父，耶稣你是我们敬拜的主，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在敬拜的过程当中，能够遵行你的旨意到天家。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和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请坐。接下来报告，下礼拜有事奉者会请咱来致意。今日做的后，咱有中秋会请中一了了播。下礼拜咱有咧举行圣礼典，咱也有两个姊妹咧来受洗吼，因为顶姐妹因为有厝的有代志，所以即边都无法度来受洗，可能爱延到后壁安尼，后礼拜。第五，咱有一系列的圣诞活动啦吼，咱即礼拜拜六开始，2点到5点，咱伫咱4楼有咧举办圣诞市集吼，请咱下间来踊跃来参加安尼。第6点，咱邀请吼真好意伫12月15下午5点钟来，伫哪来吼，咧请咱伫迄个所在来组织用餐。若爱袂登记的，请咱伫今日来登记，吼，咱来以便咱统计人数安尼。第8点，咱为着咧编制吼2025年的定期的号码手册吼，麻烦各部会当甲咱今年度的活动，也是咱今年度所计划的活动吼，爱当传互译文吼，还有 email 吼，咱传互伊，安尼互伊来整理，吼，咧好方便咱伫每年的号码手册来报告安尼。上摆咱伫12月13有一个弥赛亚音乐会吼，免费入场吼，有兴趣的人会当自由来去参加安尼吼。好，咱这报告到遮啦吼，咱确定有小组的分享，麻烦无票嘛吼，因为要算数好，咱无咱就灭岛闭会安尼。
正煞，咱家来小组的分享。